你用幾多分力？ 3分，點解唔用全力？用全力木會痛，唔係。金師傅，你識功夫㗎？功夫唔係用嚟打人，係用嚟聽木。張底都好多，同你做嗰張係咪差唔多？價錢爭咗10幾倍喎，我哋唔使你落手做，你淨係掛名，每個月淨收6倍手，點睇？你話我個名值錢，你翻去叫同老細木。緊一木幾我講嘅金木係由幾多嗰啲順頭組成，係一個人。監樹生收過一個徒弟，叫阿正。呢個死好靚仔，學得耐啦咩？每一嚿木都有佢想成為嘅模樣。我老婆有咗，我需要一份穩定收入。第一課木要用手聽，唔係用嚟打人，係用嚟聽木。阿比喺香港間細家碎鋪，日日對住啲油貨嘆氣。呢條柔性生產線可以幫你做個性化定製，效率高好多。喺深圳博會，阿比識咗阿強，見到咗希望。佢帶住積熟同阿爸留低嘅手果，決定北上。後生仔帶住佢有用嘅。走過深圳灣大橋，香港嘅燈光越嚟越遠。食完呢碗冇鹽嘅麵，再講。深圳第一關係姥姥嘅一碗冇鹽麵。嗰晚佢畫低第一張設計圖，但係創業嘅路邊有咁順？呢個工序唔可以偷，質量會出事，成本頂唔順啊！價格再壓3成，交貨期提前1週，做唔到就唔使傾。後生仔唔好放棄，手藝係根。發燒發到迷迷糊糊，塊木牌竟然暖暖唔係用嚟打人，係用嚟聽木。地。佢決定落車崗親手做。當最後一件組件裝好，一張完美嘅梳化出現喺眼前。收購你哋公司係最好嘅出路。品牌有咗口碑，但係資金鏈斷咗。拒絕大資本之後，連電腦都被人黑。就喺最絕望嘅時候，一封來自香港舊客戶嘅郵鏡同埋合二為一嘅木牌，重新點燃咗希望。佢重整團隊，專注網上訂製。香港設計總部仲開發咗 AR App 版香港過年。佢再遇返嗰位阿伯，阿伯消失咗，木牌變回普通木頭。每一件家具都係一段返鄉嘅路。